靈修2025年5月23日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以賽亞書40章31節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你最近的靈命如何？是否也曾經歷過迷茫與灰心？是否曾發現禱告似乎沒有蒙應允？或者你也曾在屬靈的路上跌倒，甚至失去了對神的信心？當我們在信仰路上感到疲乏、灰心，甚至懷疑神的同在時，這並不代表神遠離了我們。相反，他正等待我們回轉，重新倚靠他。以賽亞書40章31節提醒我們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當信心動搖時，我們需要再次學習等候，這不只是被動的等待，而是帶着盼望地倚靠神，專心尋求他的面。詩篇73章26節也說：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雖殘，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遠。當我們承認自己的軟弱，把目光從環境轉向神，就能經歷那來自他的真實力量。重新得力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憑信心回到神面前，讓他的話語扶持我們，讓禱告重新燃起心中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無論你跌倒多少次，主的恩典總是夠你用。回到他的懷抱，你必重新得力，再次起飛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承認許多時候我的信心軟弱，我感到疲乏，甚至懷疑你的同在。但主啊，你的話語提醒我，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。今天我願意放下自己的重擔與迷惘，再次仰望你，等候你。求你將那屬天的力量賜給我，使我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主啊，雖然我心中有軟弱，但我知道你是我心裏的力量，是我永遠的福分。求你堅固我搖動的信心，用你的話語安慰我，引導我。在黑暗中，願你成為我的光；在低谷中，願你成為我的盼望。謝謝你的恩典總不離棄，讓我在跌倒後仍能靠着你重新站立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